早起祈祷，每暗也祈祷。过几工了后，因同事忽然间来甲问：你这几暗困得好啊毋好？讲真爽快，真好啊，厝真宽，这真好啊。奇怪啊，奇怪！你无感觉啥物特别奇怪的所在哟？无啊，哪有？你敢不知啊？镜厝定定闹鬼哦，所有人拢唔敢住，唔知分互你住。人咧讲鬼厝，原来就是鬼厝才会让这少年的这个职员来住啦。结果这工兄弟安怎讲？阮信主耶稣啦，主耶稣赐阮平安啦，甲阮同在阮唔惊啦。所以阮每一工有祈祷神看顾阮平安，这实在真奇妙，真恩典。所以互咱当了解讲咱所拜真神甲这空中咧运行这邪灵无共款。所以圣经这个耶利米书第10章遐才甲你讲独独这个自有的、家己有的永远存在。这个厝边隔壁大家好，谈天说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和乐，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现在为你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我是喜信。今日伫节目中间来邀请到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宣道处处长大英武传道，有愿伫咱节目中间要甲咱做来开讲有关谚语的智慧。我今日要请教大英武传道一句谚语，就是有山就有水，有神就有鬼。这句谚语是啥物种的意思？有山就有水，有神就有鬼。咱感觉这句话真逗句其实世间神所创造的代志也是这个物件这拢是神真奇妙的作为像咱讲一体两面啦有好也有歹有水也有歹，世间差不多拢是这款相对的有山就有水咱看到天顶有天星咱嘛知影讲这个地面上有这个万物同款的道理啦咱看到这个山真水真青翠真悬咱嘛想到讲山的下面深的所在遐嘛是山谷，遐嘛有水咧，遐嘛有水咧海底海底更较深，水更较济所以有山就有水啦有神就有鬼咱世间大部分的人拢相信有神虽然讲神咱看袂到圣经里甲咱讲神就是看袂到的灵咧神的灵是充满宇宙各所在每一个角落所以无论去到倒位神拢伫遐所以神毋知影世间的万人的心思意念毋知知影人做好事做歹事毋知知影有这善恶的报应咧所以天顶既然有神普通人是你讲这头顶山就有神明啦就意思就是讲确实有一个神照顾这个世界在看人所行所做是好是歹神按照伊的慈爱在听人按照伊的公义在审判世间人有神就有鬼这个神大家讲真好因为神咱会当甲敬拜，爱当甲倚靠，爱当甲祈求咱有啥物需要拢会使向伊讲求伊赐予咱，因为伊是造天地万物的真神，真伟大但是有的人一讲到鬼就惊到要死有影啦讲到鬼真惊圣经是甲咱讲讲这个鬼就是做一寡凶恶的事，就是害人的事啦，对人无益处的事圣经嘛讲讲自从人犯罪了后全世界拢拍在这个恶者魔鬼的手下所以互魔鬼欺负的人讲的是真可怜我记起这个罗东亚
过去有一位查某老师吼，20几岁，这个周老师吼，伊暗时咧困吼，都爱点这个40节的这灯光呢，头顶还搁盖棉被吼，若热天足热的哦，被单砍掉，规身躯咧出汗吼，这个风为这个被单下面的芳吼，吹风入去。因老母讲，哎哟，你哪会遮可怜，都热咱都莫加被。伊讲哦，我都开电火吼，几下才唔敢来啦。我看棉被吼，几下来吼，我才看袂到啦，可怜的吼。所以人若这惊鬼吼，实是真可怜。后来有一个朋友吼，就甲带来咱真耶稣教会三神，我听道理，知影讲原来这个魔鬼吼，都是犯罪天使啦。因为圣经内面吼，在这个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5节了有咧讲本来吼魔鬼是天使咧，他就明亮的天，早起时非常发光安尼吼。但是这个天使中间有一部分因为真骄傲啦，要来高举家己的宝座，要甲天顶的神同等，要做神，互人拜就对啦。所以圣经讲，伊这个坠落到阴间极深的所在，有一天神要用地甲痛苦来审判伊。圣经这个以西结书24章11节到19节嘛咧记载讲当时诸地天使因为智慧真充足，非常的美丽，但是心中就高傲起来自高自大强暴不义无益真济所以神发现了所以甲摔倒在地真做惊你害人的魔鬼。所以魔鬼的前身就是天使这是天使中间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魔鬼借着种种的方法伫诱惑人咧吓惊人才咱讲迄个周老师伊就是真惊加在有一个朋友甲带来咱真耶稣教会是听道理知影讲魔鬼原来就是犯罪的天使天顶的神做天使，所以神上伟大，神有能力能赶鬼所以大家帮助伊祈祷伊祈祷求主耶稣足奇妙的本来心灵无平安的惊东惊西看过医生嘛无效的但是即马一个来祈祷奉耶稣的名甲赶鬼鬼一个出去伊就即就平安啦所以互咱会当了解讲这个人活着日子看袂到这种魔鬼的势力伫的所以咱所以爱来信耶稣，就是讲耶稣已经替世间的罪人定死十字架耶稣借着死来败坏将死权的魔鬼，替人死会当救人脱离魔鬼，脱离罪恶所以足多人因为信耶稣就即着平安。像是讲咱伫贵人遐有一位江兄弟伊大学毕业了后就去即个贵人的即台湾银行服务嘛迄阵因兜是讲的是伫台北就向公司申請即個宿舍，哇！甲派去一間足大間嘅宿舍，我初一個小職員，即拄到銀行爾，甲派到即個遮尼舒適嘅即個宿舍，大家好，足舒服呢。我祈禱我心中感謝主耶穌，主耶穌，你使我遮尼好嘅即個環境而且問一下老同事伊講，阮這無你大間阮頭你一半間爾啦，哪有遐尼大？这个江兄弟伊每早起就祈祷，每暗祈禱。过几工了后因同事忽然间来甲问，你这几暗困你好啊唔好？讲，真爽快，真好厝真宽，这真好奇怪，你无感觉啥物特别奇怪的所在上？无哪有？你敢唔知镜厝定定闹鬼所有人拢唔敢大，唔则分互你大。人咧讲鬼厝。原来就是鬼厝才让这少年的这个职员来带啦。结果这江兄弟安怎讲？阮信主耶稣啦，主耶稣赐阮平安啦，甲阮同在阮唔惊啦。所以阮每一天有祈祷神看顾阮平安，这实在真奇妙一个恩典。所以互咱当了解讲咱所拜真神甲这空中咧运行这邪灵无共款。所以圣经这个耶利米书第10章遐才甲你讲。讲独独这个自有的家己有的永远存在，这才是真神。这敢若一位尔，爱是活神，有生命的神，永远存在，爱使咱人活命，爱永远的王，永远统管这个世界。所以圣经嘛讲伊若受气大地就震动。我咱看921的这个震灾足可怜的，2300人丧失性命，搁1万外个受伤，搁迄个受灾遐尼济，真可怜。天气遮尼寒有当时看因足可怜的圣经嘛讲神真恼怒，列国拢担当袂起。
咱的神是有宽容的神，神若是生气世界若发生大战争，你看，迄一死就几千万人足可怜。所以咱来了解活着日子，咱都要认捌真神敬拜真神按照这个真神主耶稣基督甲咱教示的这个爱神爱人这道理去行。那安尼咱就会当得到神的看顾，守住平安了。所以咱以前的这个时代讲了这句话真好，有山就有水，有神就有鬼。这句话真早就已经有这种的概念啊。所以咱若阵这个热谈就对圣经中间的分析咱嘛会当足清楚了解。今咱所敬拜的神，到底是空中这个属恶者的恶灵呢，还是讲真正创造咱天地海引活咱的真神？所以咱真感谢大英团队今日伫这个节目中甲咱讲解这句话。愿咱会当认捌真神离弃假神互咱有平安阁有永远的盼望。咱感谢大团队，谢谢。因我的脚步一步一步行我的路，一个人在行，孤单做着我人生脚步。逐工行，看无头前要行的路。一步一步行，好歹我拢爱继续地行。人生的路，坎坎坷坷，世间无常，要是脚步，路这歹行，是要行去倒？啥人要来带我行？是你救主耶稣，指我的路，予我看到头前的路途，予我找到我人生方向，冤枉的路不免搁行，因为我找到我要行的路是伫倒。因我的脚步一步一步行我的路，不免搁惊吓，不免搁孤